近日喺印尼巴厘島發生咗一宗離奇嘅悲劇，一個波蘭嘅女仔因為極端嘅飲食方法，最終命喪度假村。死者個名叫卡洛琳娜，年僅27歲，嚟自波蘭嘅華沙，曾經喺英國嘅利茲大學留學。去年12月，佢前往巴厘島去探望朋友，入住一間主打養生嘅度假村蘇姆白基馬山。佢要求每日只係進食水果，由員工送到去房間入邊。咁聽起嚟係一個好健康嘅生活選擇啦，但事實就令人非常之震驚啦。度假村嘅員工發現佢身形非常之瘦削，有一次甚至需要攙扶先至能夠翻去房入邊。員工多次勸佢要睇醫生啦，但係就被婉拒咗。直到入住嘅第3日，朋友開始聯絡唔到佢。佢就要求酒店嘅職員去房間入邊睇下發生咗啲咩事啦，但係發現佢瞓喺地板上邊，已經失去咗生命嘅跡象。經過法醫檢查之後，發現佢長期營養不良，導致指甲變黃，牙齒開始腐爛，體重只係剩翻22公斤。據了解，卡洛琳娜曾經患上過厭食症，後來接觸瑜伽同埋素食，逐漸走向極端嘅果食主義。呢種飲食嘅方法只係食植物嘅果實，甚至更有人只係食自然掉落嘅食物，避免傷害嗰啲嘅植物。卡洛琳娜生前曾經同朋友坦言佢自己經常感到好虛弱，缺乏咗精力，但係仍然堅持呢一種飲食嘅方法。最終呢一種嘅執着釀成咗悲劇。營養師作出警告：果食飲食主義絕非可以持續進行嘅飲食方式。長期實行係會令身體冇辦法攝取足夠嘅蛋白質、脂肪同埋奧米加3，基本上係會令身體嚴重受損嘅。呢件事提醒我哋，追求健康嘅生活固然係重要，但係呢一種極端嘅飲食方法就可能會危害到生命。希望大家喺選擇生活嘅方式嘅時候，能夠保持理性同埋平衡，最好就問下醫生嘅意見啦。大家好，今集我哋要分享一個福建嘅罕見案例。一個年僅10歲嘅女童，因為持續3年嘅肚痛，輾轉求醫多次，最終揭開咗驚人嘅真相。呢個女童化名做小可，3年嚟經常就戒住肚痛，但一直都揾唔到乜嘢原因。直到最近佢喺福建省兒童醫院接受檢查啦。醫生發現佢肚入邊有一塊硬塊，當再進一步檢查嘅時候，發現佢胃入邊塞滿咗頭髮。呢一種嘅情況被稱為長髮公主症候群，又叫做無錫腸梗阻塞症候群。原來小可係有吞食頭髮嘅習慣，呢啲嘅頭髮喺胃酸嘅作用之下，同食物結合咗一齊，慢慢就形成咗堅硬嘅胃石，佔據咗佢胃入邊大概3/4嘅空間。佢嘅媽咪回憶，佢3年之前見過個女食緊自己嘅頭髮，當時以為只係小朋友去玩嘅啫，冇諗過竟然釀成咁嚴重嘅後果。為咗避免開刀，醫療嘅團隊先俾小可去飲用可樂去軟化嗰一粒嘅胃石，繼而利用胃鏡輔助之下取出異物。整個過程耗時10幾個鐘頭，最終清理出2大盤嘅頭髮。手術之後小可嘅腹痛明顯有改善，已經能夠正常飲食啦。醫生指出啦，呢一類嘅行為往往係同心理因素有關，例如係缺乏陪伴、家庭變動或者係情緒壓力啊。去提醒家長，如果發現小朋友有吞食異物嘅習慣，千祈唔好鬧佢哋，而係要及早尋求專業嘅協助。喺10月8號凌晨嘅5點鐘，警方接獲報案，指喺天水圍公園近天水村出口附近有一個女人倒臥喺長凳上邊，身上布滿血跡，情況非常之嚴重。當救護員趕到現場嘅時候，證實嗰個女人已經當場不治。現場係天水路6號嘅附近一個涼亭對開嘅木凳上邊，警員發現死者上身染滿鮮血，頸部有明顯嘅傷痕，長約10厘米，闊約5厘米。警方喺附近檢獲一把戒刀同埋一把15厘米長嘅利刀，初步懷疑同事件有關。
死者嘅身份其後呢獲得確認，係一位53歲姓梁嘅女人。據了解，佢生前呢因為生活壓力困擾，警方呢喺現場未發現到遺書，但係經初步嘅檢查之後，案件呢暫列作自殺處理，死因呢有待法醫驗屍確認。直至10月8號早上大概9點鐘，死者嘅親友呢陸續到場認屍，場面非常之哀傷。死者嘅丈夫情緒崩潰，一度哀號：老婆，你放心啦，我會睇住2個女噶啦。場面令人動容。大家有冇諗過，一個好人好事會引爆咗一個恐怖嘅真相？一部失而復得嘅手機，竟然收埋住一具屍骨嘅恐怖事件。事發喺泰國嘅武里府，一個男人喺9月30號嘅凌晨遺失咗手機。佢喺第2日嘅朝頭早，透過定位嘅功能，成功聯絡到執咗手機嘅好心人。佢哋相約準備交收。當佢見到對方嘅時候，發現對方嘅精神狀態唔係太穩定，但係仍然呢順利交收咗部手機嘅。喺返咗屋企之後，佢打開手機相簿一睇，竟然發現多張呢喺廢棄大廈拍攝嘅人骨相片，部分呢更加係超近嘅距離去拍攝。清晰咧可以見到骸骨上邊仍然有毛髮，畫面咧極度驚嚇。佢隨即咧喺社交嘅平台發文求救，希望咧網民協助確認嗰個地址，幫助到死者同家人團聚。警方咧接報後展開咗調查，鎖定咧拍攝者為30歲嘅男子巴斯。據了解咧，巴斯咧係有精神病嘅病史，但係仍然能夠配合到警方嘅盤問去解釋。當日呢，因為避雨走入咗廢棄嘅大廈，手機呢冇辦法解鎖，只能夠呢利用拍照嘅功能。於是呢，佢走到3樓呢準備自拍，但係就意外發現咗嗰啲嘅骸骨。受驚之下，所以就拍低咗個幾張嘅照片。警方呢喺屍體嘅旁邊發現咗一個黑色嘅背囊，入邊呢有銀包同埋身份證，確認死者嘅身份就係55歲嘅男子阿拉，嚟自泰國北部嘅南邦府。估計死亡嘅時間係3至4個月前。警方呢已經聯絡死者嘅兄長，對方呢表示曾經同阿拉喺清邁度一齊住過，後嚟阿拉喺曼谷工作，所以呢就更換咗電話號碼。據資料呢，佢哋2兄弟已經有1年時間未有聯絡噶啦。估唔到呢一場遺失手機嘅事件會揭發一宗死亡嘅事件，世事真係好無常。2025年8月31號嘅晚上，波蘭發生咗一宗倫常嘅慘案。一個媽咪帶住2名年幼嘅女兒，竟然一齊命喪喺一個化糞池入邊。地點係波蘭嘅科寧省。一個32歲嘅女子陪同丈夫到藥房買藥之後，就失去咗蹤影啦。連同佢6歲同埋8歲嘅女兒一同失蹤。丈夫喺返到屋企嘅時候，發現揾唔到佢哋，隨即呢就報警求助。警方隨即展開調查，最後呢喺住所附近嘅化糞池發現3人嘅蹤跡，並且叫咗消防同埋潛水隊嚟協助打撈。女子被救起嘅時候已明顯死亡，喉嚨呢有深可見骨嘅割傷。2名女童呢雖然呢被送院搶救，最終呢亦宣告不治。警方呢喺女子嘅住所裏邊呢發現咗一封嘅遺書，初步判斷佢呢可能先將2名嘅女兒浸死咗，再以割喉嘅方式自盡。據了解，呢個女子呢長期要接受精神嘅治療，案發前呢情緒係非常之不穩嘅。目前呢案件呢仍喺度調查當中，警方呢唔排除有謀殺嘅可能，並且強調外界呢對案情嘅各種推測呢係有待證實嘅。近日喺韓國發生咗一宗震驚整個社會嘅駭人命案。一個男人竟然將女朋友嘅屍體收埋喺泡菜嘅冰箱入邊，冷藏咗接近1年，先至被揭發。案件發生喺韓國全羅北道嘅群山市，一名41歲嘅男子長期靠炒股為生，佢冇一份穩定嘅工作，曾經向女朋友借款大概1億嘅韓元，折合係55萬嘅港幣投資炒股，但因為虧損引發咗爭執。喺2024年10月20號，2個人因為投資嘅問題爭吵，男子竟然喺情緒失控之下碾死咗女朋友。犯案之後，佢購買咗一部泡菜嘅冰箱，將女朋友嘅屍體塞進入冰箱，
放咗喺女朋友嘅住所入邊。令人震驚嘅係，屍體咧係接近1年之後先至被發現，仍然係未有腐爛，顯示咧冷藏嘅保存效果非常驚人。為咗掩飾罪行，男子咧會持續使用女朋友嘅手機同家人咧有聯繫，假裝咧佢仍然在生，佢甚至咧代繳房租，維持住女友生活嘅假象。直到今年嘅9月底，女朋友嘅妹妹因為長期冇辦法同家姐傾電話，淨係收到短信，覺得有奇怪，所以咧就報警。警方要求同失蹤者通話確認生死，但係男子竟要求現任嘅同居女友冒充死者接聽呢個電話。現任嘅女友咧察覺有異樣，追問之下，男子咧坦承有殺人。女友咧家人隨即報警，警方迅速捕獲男子，並且喺嗰個泡菜冰箱揾翻屍體出嚟。目前嗰個男子咧已經正式被拘捕，警方咧以可能毀滅證據同埋潛逃為由，申請咗羈押，並且進行屍體嘅解剖，以厘清死因。呢件案件唔單止揭示咗親密嘅關係，隱藏住暴力嘅殺機，最親密嘅情人一夜之間咧都可以置你於死地。10月9日開始，中國多地實施前所未有嘅鎮壓活動，而佢哋嘅目標正係中國最大嘅基督教會石安教會，包括北京、上海、廣東、浙江、山東、廣西、海南等地，針對石安教會展開大規模嘅搜捕行動。據報道，至少有30名嘅教會領袖同埋信徒被拘捕或者係失去聯絡。其中包括創辦人同埋主任牧師金明日。金明日喺廣西嘅北海嘅屋企被警方帶走。據稱當晚有10名嘅警員持拘捕令同埋搜查令進行突襲。其他被捕者包括高永佳、黃聰、孫聰、米沙等牧師同埋傳道人。部分嘅行動發生喺深夜，教會嘅聚會場所被查封，信徒嘅家屬亦遭到威脅同埋騷擾。石安教會成立喺2007年，係中國最具規模嘅家庭教會之一，但係佢未加入官方三自教會嘅體系，因此長期受到監控。據了解，教會喺疫情期間吸引咗大量嘅信徒，亦因此成為咗打壓嘅對象。國際社會迅速反應，美國非牟利組織對華援助協會確認事件，並呼籲釋放被捕者。美國參議會馬可魯比奧更公開譴責中國政府，要求立即釋放金明日等人，並批評中共對宗教嘅自由嘅打壓日益加劇。呢場行動被視為近7年中國對基督徒最大規模嘅打壓之一，並再次引發全球對中國嘅宗教自由高度嘅關注。你有冇諗過，幾粒好似人畜無害嘅小磁石，竟然可以變成死亡嘅陷阱？喺2025年嘅10月，新西蘭一個年僅13歲嘅少年，因為肚痛唔舒服，所以就被送到去圖朗加醫院度。經過 X 光嘅檢查之後，醫生就發現佢嘅腸道入邊竟然排列住4條由80至100粒磁石組成嘅直線鏈條。呢啲嘅磁石喺腸道入邊互相交纏，導致小腸同埋盲腸多處嘅組織壞死，情況非常之危急。醫療嘅團隊立即為佢進行手術，切除壞死嘅組織，並且攞翻所有嘅磁鐵出嚟。嗰個嘅少年喺醫院留醫咗8日之後就康復出院，但醫生警告呢一類嘅手術可能引發長期嘅併發症，包括係腸阻塞同埋腸壁嘅生氣。而另一宗類似嘅事件係嚟自2022年美國一個6歲嘅男童誤吞咗一粒冷氣遙控器嘅紐扣電池。呢一個嘅電池喺體內釋放咗強鹼性嘅物質，嚴重腐蝕咗腸胃嘅組織，造成永久性嘅損傷。喺2023年，男童嘅家屬提起訴訟，控告製造商商品設計有缺陷，並且索償高達1.25億嘅美金。最後喺律師嘅建議之下，涉事企業同埋保險公司達成咗和解，賠償咗高達4000萬美金，亦即係折實係3.14億嘅港元。喺2025年3月31號，
泰國南邦府一個67歲嘅賣菜嘅婆婆莫伊喺街市擺攤嘅時候，突然間暈咗。起初街坊呢以為佢係高血壓，所以暈咗，緊急同佢進行急救，但係冇效。但係當救護人員趕至現場，就發現佢嘅喉嚨被一副脫落咗嘅假牙棘住咗，導致窒息。雖然呢經過心肺復甦並嘗試取出嗰個嘅假牙，但最後呢亦係不幸身亡嘅。其實早喺2024年嘅9月，泰國嘅南部亦發生過同類嘅事件。一個退休老師誤吞咗自己嘅假牙，但好彩，最後呢得到醫生及時嘅搶救，所以救回一命。英國呢一個4歲嘅女童伊莎貝拉喺公園玩嘅時候，唔小心吞咗玩具嘅戒指入邊嘅紐扣電池，佢嘅屋企人緊急呢將佢送到醫院。醫生呢建議佢2個鐘入邊呢每10分鐘服用1斤嘅蜂蜜。結果第2日電池呢就順利咁屙咗出嚟。女童呢亦冇任何嘅腸胃嘅損傷。醫生解釋，蜂蜜嘅黏稠性呢可以令到電池同埋胃壁之間形成咗一個保護膜，緩減咗彈性嘅物質對組織嘅腐蝕。同時因為天然嘅抗菌成分，亦有助呢中和化學嘅反應。不過專家強調，唔係所有誤吞電池嘅情況都適用呢一個嘅搶救方法。如果遇到相同意外，要第一時間去醫院，由專業嘅醫護判斷處理嘅方法。根據研究，每2500個誤吞電池嘅細路入邊，就會有一個不幸去世。喺2025年6月12號，印度一個億萬富豪卡普爾喺英國嘅溫莎參加卡地亞女王杯馬球錦標賽嘅時候，突然就覺得身體不適，倒地不起。而在場目擊嘅人呢，就聽到佢講一句：我好似吞咗啲乜嘢。之後呢，佢就失去咗意識啦。根據當地嘅媒體報道，佢呢好似喺比賽入邊唔小心吞咗一隻蜜蜂，而蜜蜂呢更加針傷咗佢嘅口腔，引發咗嚴重過敏性休克，最後呢導致心臟病發作身亡。呢位身家高達94億嘅企業家，生前同英國嘅威廉王子交情匪淺，熱愛馬球嘅活動，但就喺呢個比賽入邊黯然去世，令人非常唏噓。大家好，歡迎收睇今集嘅真相首期。今日我哋要探索一個非常神秘嘅地方——切爾諾貝爾核災區。喺1986年，一場核爆唔單止改變咗歷史，亦喺隨後嘅39年之後發生咗大大小小唔同嘅事件。由突然變藍嘅流浪狗，到可能進化到抗癌基因嘅野狼，再到堅持唔離開嘅留守者，呢啲事環環相扣，揭示咗輻射對生命、環境同人性嘅深遠影響。今集真相首期就等我哋一齊走入呢一片禁區啦。我係啫喱頻道嘅阿威。切爾諾貝爾呢個話題點解近日又再翻熱呢？一切都係最近嘅一條影片所開始。10月27號，英國每日郵報報道，負責照顧切爾諾貝爾災區狗隻嘅動物保育團體切爾諾貝爾之犬發佈咗一條令人震驚嘅影片。影片入邊有多隻嘅流浪狗，毛髮竟然呈現咗詭異嘅藍色。團體更加表示佢哋上個禮拜唔係藍色嘅，我哋唔知道原因，正嘗試去捕捉佢哋，以便找出真相。但好可惜，佢哋接觸過某一種化學嘅物質。呢個嘅團體隸屬清潔未來基金會，由2017年開始就喺呢一片46.6平方公里嘅禁區入邊，照顧大約700隻嘅流浪狗，提供食物、醫療嘅服務同埋絕育嘅手術。呢啲嘅流浪狗由1986年核災發生之後居民撤離嘅時候遺棄嘅寵物嘅後代，直至而家都係一個高輻射區嘅環境之下繁衍佢哋嘅下代。雖然藍色嘅毛髮令人擔憂，但係嗰個團體強調呢啲嘅狗狗睇起嚟係非常之活躍同埋健康。科學家揣測佢可能嚟自工業嘅染料、銅銹嘅氧化物同埋其他嘅化學嘅殘留物。但係呢件事件唔單止引發全球嘅關注，亦都提醒我哋切爾諾貝爾嘅環境
至今呢仍然有未知嘅風險，甚至呢可能影響到動物嘅外觀或者係健康。不禁喺度諗，未必係受到輻射而影響到係有藍色嘅毛髮，但會唔會有其他嘅野生動物已經感受到輻射而有深遠嘅影響呢？就不如睇下以下呢一個個案。經過科學家嘅估計，佢哋覺得切爾諾貝爾入邊嘅灰狼群似乎因應住輻射入邊自我升級改造，成為咗人類抗癌研究嘅潛在新希望。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進化生物學家由2014年開始就透過無線電嘅頸血同埋血液嘅樣本追蹤禁區入邊嘅狼群。呢啲嘅狼每日暴露喺超過11.28毫爾姆嘅輻射之下，多出人類法定安全輻射嘅限額，達到6倍咁多。但奇蹟之下，呢一堆嘅狼群唔單止生存落嚟，而且數量呢仲要激增，不斷咁茁壯成長。研究嘅團隊發現，呢啲嘅狼群免疫嘅系統發生咗顯著嘅變化，就好似一個接受咗放射治療嘅癌症病人。更驚人嘅係，特定嘅基因區入邊似乎呢增強咗對癌症嘅抵抗力。科學家更加表示，確定呢野狼嘅基因組入邊有特定嘅區域，似乎呢對癌症有增加抵抗力。過去嘅研究都顯示，輻射都會加速植物嘅基因突變，令部分嘅物種演化出保護性嘅化學物質。科學家呢希望透過呢啲嘅發現，解開突變，解拆到呢提升癌症存活率嘅機制，為人類嘅治療帶來新嘅突破。但係好可惜，呢場嘅研究因為俄烏戰爭而冇辦法進一步發展。切爾諾貝爾核災喺1986年4月爆炸，洩漏大量嘅放射性物質，導致呢超過15萬人呢要緊急撤離，並將周邊2600平方公里列為禁區。即使係咁，喺呢個極端嘅環境之下，原來呢有一群人呢仍然同輻射共存，繼續緊守喺切爾諾貝爾入邊。意大利攝影師米蒂加呢花費咗20多年嘅時間，逐點記錄。透過佢嘅鏡頭，我哋睇到切爾諾貝爾禁區入邊大約4000名嘅居民嘅生活，從軍警、科學家、反應爐操作員到非法嘅拾荒者同埋猶太嘅朝聖者。最令人動容嘅係被稱為留守者嘅一班居民，核災之後一度疏散，但係幾年之後呢，翻去切爾諾貝爾嘅一班老人家，佢哋人數呢大概係200人，已經呢係超過咗80歲嘅啦。隨住呢啲嘅幸存者陸續凋零嘅話，波利西亞村莊嘅文化、佢哋嘅歷史同埋傳統呢都會隨之而消失噶啦。米蒂卡嘅攝影集入邊，由2015年開始，大概6年嘅作品，並喺2024年5月一個意大利嘅攝影展展出咗。佢鏡頭之下仲捕捉到年輕嘅潛行者夜晚潛入咗鬼城普利皮亞特玩生存嘅遊戲。每年呢，大約有6萬名嘅觀光客呢會入到切爾諾貝爾去觀光。米蒂卡呢接受訪問嘅時候，佢就話佢回顧咗切爾諾貝爾核災對人同環境嘅影響，點樣有一個嚴重嘅後果。呢啲嘅傷害永遠呢都唔會忘記噶啦，亦都絕對唔應該遺忘。鏡頭之下，佢拍攝到受輻射影響嘅兒童同埋留守喺嗰度嘅老人家，多數呢已經係去世咗，影像呢成為咗一個永恆嘅記憶。但係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地雷遍布咗禁區，遊客、潛行者同埋朝聖者都已經絕迹啦。而留守住最後嘅居民唔係被驅逐，就係重新被孤立。米蒂卡補充，就算切爾諾貝爾喺地球上邊嘅污染幾咁嚴重，但係打仗之前呢，入邊仍然係充滿住生命嘅。直到今日，真正徹徹底底變成一個隔離嘅地方啦。連同大自然同埋入邊嘅生物，一切呢都喺度變化緊。隨住戰爭嘅發生，一切都無聲咁消失咗啦。或者呢個切爾諾貝爾禁區入邊
教識我哋，生命呢總係逆境中尋找出路。近日上海市呢，有人喺知名嘅連鎖超級市場山姆會員商店呢購買咗一款棗泥合桃嘅蛋糕，意外呢發現入邊呢有啲異物，經過檢視之後呢，呢個異物竟然係一隻帶有金屬螺絲嘅牙齒，疑似呢係人植牙嘅部分，而嗰個商品呢由超市自家品牌所生產，製造日期呢係10月10號。事件曝光之後呢，超市嘅客服咧表示極度嘅震驚，而即時咧通知生產廠商咧展開全面嘅調查，強調喺加工流程入邊咧，員工嘅衛生規則咧係非常之嚴格嘅。盡管咧官方咧聲稱其他同批嘅商品咧冇任何嘅壞處，但呢單案件咧引發公眾對食品嘅安全同埋供應鏈咧隱患住廣泛嘅關注。呢個異物嘅事件係咪個別嘅個案呢？蛋糕入邊係咪真係假牙嚟嘅呢？而假牙嘅主人又去咗邊呢？而佢係咪成為咗蛋糕嘅原材料呢？正如頭先所講啦，中國食品嘅安全問題啦，並唔係單一嘅事件。吉林同廣東兩個省呢，接連呢傳出消費者呢喺食物入邊呢發現疑似牙齒嘅報告。吉林白山市呢有個人呢喺市場入邊購買咗一個香腸。食用過程入邊咧，就咬到3隻完整嘅牙齒狀嘅異物，個形狀咧就好似臼齒排列咧，非常之有序。當事人咧拍攝影片舉報咗之後咧，當地嘅市場監察局咧回應呢一件事件，正喺度調查階段。但係後嚟咧，消費者同埋商家咧達成咗和解，商家咧承認事實，但係否認協議。與此同時，廣東嘅東莞啦，有一個姓陳嘅女人啦，喺早餐店購買咗燒賣，佢嘅屋企人食用嘅時候就吐出咗2隻相連嘅牙齒，確認咧係唔係嚟自自己嘅。早餐店嘅燒賣咧係由總部統一供應，總部咧經調查之後咧就強調商品嘅品質咧係冇問題嘅，並且咧與當事人協商呢啲嘅牙齒嘅來源不明，係咪僅為生產時嘅疏忽，定係隱藏住更驚人嘅內幕呢？如果係，又會唔會同鄰近嘅國家泰國近日發生嘅事情有關呢？泰國嘅巴蜀府咧有一間嘅護老院發生咗一單驚人嘅遺體失蹤嘅案件。據當地嘅機構所講，至少咧有10具嘅長者嘅遺體係完整登記後神秘咁消失咗。嗰個嘅護老院喺巴蜀光明基金會簽訂咗協議，規定咧死者嘅遺體咧需要經過醫院驗屍之後轉交俾基金會，再由家屬領回翻嘅。但係咧有幾個嘅家屬接到通知咧，就話長者嘅遺體下落不明。當基金會咧翻查咗醫院嘅記錄，顯示咧遺體咧已經轉交咗噶啦，實際咧係冇辦法再追蹤落去。基金會嘅主席懷疑醫院入邊嘅員工私自咧轉移咗或者係兜售咗嗰個嘅遺體。目前咧已經啟動咗調查，並且立即報警。事件咧暴露咗護老院係嘅漏洞，呢啲嘅失蹤遺體究竟流向咗去邊呢？係咪涉及咗非法嘅交易呢？定係有啲嘅集團同埋組織操縱更大嘅棋局，圖謀更大嘅利益？例如緬甸嘅 KK 園區，白俄羅斯明斯克一名27歲嘅女仔維拉。佢睇到網絡嘅招聘廣告咧，話有人高薪咧聘請模特兒，所以咧就去咗泰國，但係咧就落入咗緬甸嘅北部一個 KK 園區嘅陷阱。維拉咧喺9月嘅中旬抵達到曼谷，隨後咧就被轉移到去仰光，強迫咧簽署咗合約，從事咧每日帶嚟有300蚊美金收益嘅詐騙工作。主要咧係透過網絡交友，誘騙咧受害者投資加密嘅貨幣或者係虛擬嘅賭博。根據報道啦，如果冇辦法完成嗰個嘅任務，可能咧就要面臨贖金嘅要求或者更嚴厲嘅懲罰，包括咧係活摘器官。維拉咧係10月4號開始失去咗聯絡，佢嘅屋企人咧接獲咗綁匪嘅通知，話咧佢嘅遺體已經火化咗噶啦。白俄羅斯嘅外交部證實咗事件，並且協助佢嘅家人將骨灰咧運翻去白俄羅斯。而另一名嘅俄羅斯女仔達希瑪咧就幸運咁逃脫咗，喺10月7號翻國家。KK 園區背後嘅黑暗機制之下，你又信唔信會牽涉到器官嘅販賣呢？回顧近10年東南亞疑似活摘器官嘅事件，
多宗嘅案件咧凸顯呢一個問題嘅嚴峻性。2023年嘅7月，印尼當局咧逮捕咗12個人，包括警察同埋移民嘅官員，指控佢哋咧販賣咗超過122個人嘅器官。呢宗案件顯示咧，當地咧會因為微薄嘅薪酬咧會販賣自己嘅器官。喺2025年嘅6月，報告指出，印尼陷入全球器官收割嘅網絡，亞洲成為咗呢一類非法活動嘅樞紐。全球嘅器官短缺，促使販賣嘅網絡利用欺騙嘅手段剝削弱勢嘅社群。據估計，全球咧販賣器官佔移植總數嘅10%，東南亞地區咧更為嚴重。過去10年，人販受害者嘅數量咧激增至225000個，其中部分嘅案件涉及活摘器官。一份研究分析法律執行喺揭露人類販運用於器官同埋貿易至柬埔寨嘅有效性，強調呢一類嘅犯罪咧已經超越國界，甚至係全球化。而你哋又相唔相信呢個世界上真係有活摘器官，而佢更加係不知不覺咁滲入我哋嘅生活入邊呢？